那跑那个太辛苦太劳累了，劳累都是跟肾脏有关系，有了过度疲劳又睡不着，所以要降火气啊，要降火气，还有心肾功能都要照顾好。心是火，肾是水，水火要相济啊。平常要有锻炼，然后才能够受得了这么长时间的劳累。种田的大概比较受得了。